大家好，地膽帶路遊香港，我係阿色。今集同大家探討下點解去沙爹王係唔食沙爹嘅呢？只要你係香港人，沙爹王呢個字，就算你唔食沙爹都應該聽過。佢就創立於1991年，全港九新界都有好多分店。而我最中意嚟就係現時點呢間沙爹王，因為可以食完之後睇玩具，或者係睇完玩具食沙爹王。咁啱啱過去咗嘅11月28號就有呢個白咖喱日，白咖喱飯就買一送一。佢個優惠就唔係買一塊送一塊，係食完呢碗咖喱飯送一個 coupon 俾你，下次再嚟食就唔使錢啦。咁我覺得佢呢個優惠呢都係體貼到一啲一支公嘅人。唔係嘅話，就要變成大胃王，即係同一餐飯要食2個白咖喱豬扒飯。咁大家中唔中意食沙爹王嘅白咖喱豬扒飯？去討論呢個問題啊，先要講一講佢嘅售價先。正價咧就差唔多60多蚊噶。大家覺得佢呢個價錢合唔合理呢？即係同佢嘅質素有關，同埋佢唔同嘅分店呢個質素係會有啲分別，服務態度亦都好唔同。咁我身處呢間現時點嘅沙爹王，就成日見到店員同啲客人嗌交，可能係呢度啲西客比較多啲。咁呢度呢塊豬扒呢，就應該係炸嘅，唔係煎，肉汁都係有啲，但係佢質感呢，又有啲奇怪，你唔知佢係梗好食定係唔好食。咁我試下同大家換另外一間都喺旺角嘅沙爹王。咁呢間個賣相個飯就砌得靚仔，豬扒就炸得再金黃色啲，食落就自然香口啲。咁豬扒嘅厚度係適中，咬落去係有啲肉汁嘅，但係又好似冇乜豬味，佢只係有一陣肉味啫。同埋佢唔知係用咗啲鬆肉粉啊，定係用啲錘仔卜到佢啲纖維組織斷晒，所以我哋食落去就好腍。但係有時食到某個部位，你好似食魚蛋咁樣嘅喎，咁就非常之 amazing。講翻個白咖喱汁豬扒飯嘅主角白咖喱汁。其實就似白汁加沙爹，咁大家分唔分得清沙爹同咖喱啊？咁喺度要解釋清楚少少，咖喱咧其實係指混合香料，最主要嘅材料係黃薑粉。但係印度嘅咖喱同泰國嘅咖喱分別又好大，泰國自己都有紅咖喱、黃咖喱、青咖喱，北印度同南印度咖喱嘅食法又好唔同，所以白咖喱可以話係香港人嘅代表啊！佢好似一個金寶忌廉湯開出嚟嘅咖喱，而呢個咖喱畫龍點睛之處就係呢啲青葱同埋啲炸乾蒜，呢個組合嘅靈感可能係嚟自廣東燒味飯嗰啲葱蓉，所以個白咖喱豬扒飯已經變成沙爹王嘅signature，為佢設定一個紀念日，好似重陽節咁，都應該係實至名歸。咁希望呢個優惠好似春秋二祭咁，一年至少有2次。咁但係點解沙爹王大家唔食沙爹嘅呢？呢條片我就同大家破解呢個謎團，因為我就係叫咗呢個沙爹牛米線，咁先試一試佢個湯先。咁沙爹味咧其實唔重，佢仲要係鴛鴦湯底啊，一邊咧就有味，一邊係冇味。而牛肉咧係粉嫩喎，應該係嗰啲生熟牛肉，咁都可以叫做話跟風面。影劇照嗰碗沙爹牛啲牛肉咧就係未熟嘅。所以呢塊牛肉咧就係薄切嘅，因為厚得滯咧，嗰碗沙爹牛湯都唔夠熱咧，唔熟仲大鑊。如果牛肉薄切唔夠肥咧，就多數會鞋。咁所以呢個沙爹牛咧都係有少少鞋，要將啲牛肉浸耐啲，等啲沙爹汁用2-3分鐘嘅時間整腍啲牛肉就會好味啲啦。但係就係咁一碗好地地嘅沙爹牛米線。上台嗰下牛肉唔夠腍，沙爹亦都唔香。當你等啲沙爹融化咗啲牛肉之後，碗麵又凍咗。咁所以點解出邊啲茶餐廳啲沙爹牛公仔麵，啲沙爹牛要預先用沙爹醬醃定，同埋厚切嘅牛肉就會彈牙同埋腍啲。同埋呢度仲有句要睇好耐先明嘅對聯，即係石沙鍋爹瘋狂。咁呢句3言絕詩都應該喺度獨創，同埋我再品評埋佢呢杯芒果沙冰，咁佢就做到芒果還芒果，冰還冰，咁就冇芒果味。
亦都冇椰奶味，甚至係冇奶味。咁呢個可能係一個減糖嘅芒果沙冰，連後生仔最中意嘅味道甜都係做唔到嘅。不過公平啲講啦，嗱，呢杯嘢做特價20零蚊啫，咁就唔好有咩要求，所以飲翻汽水就最穩陣。你沙爹王除咗食白咖喱豬扒飯，佢仲有各式各樣煎炸嘅小食，所以你一眼睇得出佢係做咩人生意。成立於1991年，屹立咗喺香港咁耐，其實應該話佢好香港，但係你睇翻佢選址嘅分佈，大部分都係集中於九龍，尤其係旺角特別多分店，最中意係開喺啲年青人會去嘅商場，所以我想形容佢係好旺角，英文即係好 MK。喺香港島就得2間分店嘅啫，但係都係坐落喺啲好 MK 嘅地方。大家有冇食過卡樂 B 薯片嘅旺角口味 ？MK 呢個字眼係好抽象，如果你想了解更清楚，可以攞轉旺角嘅沙爹王試一試，你就知道咩叫 MK 味。中意個 channel 同大家捐窿捐罅，了解下香港我哋自己一啲老品牌嘅味道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嘅 channel。呢條片係講咁多，拜拜。